你心里，使我看见，我要在这里见到你，定义要见你的荣耀，让我得见你的容颜，回应你心意，与你相连。我要在这里敬拜你，定义要见你的荣耀。我要在这里敬拜你，定义要见你的荣耀。喂，那个 PPT 的部分可能有2张要修改一下，在那个信仰告白那边，那个1、2、3，是第4行，把它可以给它挪上去吗？受死埋葬，然后降在阴间连在一起，然后再对后面有跟着挪上去。好，然后还有那个第2首诗歌的第1页吧，歌词多了一个呼，知道你是我的神，最后一行，最后一个字，对。好，那华语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，请将手机关机或静音。
好，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跳脱这世界的节奏，一切乌云抛在脑后，全心开口向你呼求，爱像狂浪席卷我。如今我已不再是我，神儿子在我里面活。我要用力张开双手，伸向有你的天空。太阳星宿，你创造整个宇宙，你却回头顾念我。说有就有，你话语绝不落空，还有更多。耶稣，所有语言都指向你，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。我深知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。耶稣，所有见证都指向你，宣告的审判我永不止息。我决定一生跟随你到底。再唱一次。跳脱这世界的节奏，一切乌云抛在脑后，全心开口向你呼求，神像狂浪席卷我。如今我已不再是我，神儿子在我里面活。我要用力张开双手，伸向有你的天空。太阳星宿，你创造整个宇宙，你却回头顾念我。说有就有，你话语绝不落空，还有更多。耶稣，所有语言都指向你，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。我深知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。耶稣，所有见证都指向你，宣告的审判我永不止息。我决定一生跟随你到底。说有就有，你话语绝不落空，还有更多。耶稣，所有语言都指向你，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。我深知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。耶稣，所有语言都指向你，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。我深知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。耶稣，所有见证都指向你，宣告的审判我永不止息。我决定一生跟随你到底。耶稣，所有语言都指向你，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。我深知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。耶稣，所有见证都指向你，宣告的审判我永不止息。我决定一生跟随你，我决定一生跟随你到底。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，神知道你就在这里。我的灵
前，知道你是我的神，让我得见你的容颜，彰显你心意，使我看见。我要在这里见到你，定义要见你的容颜，让我得见你的容颜，回应你心意，与你相连。我要在这里敬拜你，定义要见你的荣耀。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，就在这里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，知道你是我的神，让我得见你的容颜，彰显你心意，使我看见。我要在这里见到你，定义要见你的荣耀，让我得见你的容颜，回应你心意，与你相连。我要在这里敬你，定义要见你的荣耀，让我得见你的容颜，彰显你心意，使我看见。我要在这里见到你，定义要见你的荣耀，让我得见你的容颜，回应你心意，与你相连。我要在这里敬拜你，定义要见你的荣耀。我要在这里见到你，定义要见你的荣耀，让我得见你的容颜，回应你心意，与你相连。我要在这里
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，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一起来敬拜你。就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以后未来的路，不管是在困境中都能够也看到你的盼望，能够知道你会成就那美好的应许在我们身上。也求你就等下透过牧师的口，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，然后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好，我们现在一起用使徒信经来一起告别我们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的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多比拉多任内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信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好，大家请坐。我们请招待者来进行奉献。让我们一起低头做奉献祷告。爱我们的父上帝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此时可以亲近你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，不论这时候我们处于喜乐或哀愁，平安或试炼。亲爱的主，求你此时与我们同在，赐下审查的灵，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缺乏，也求你赐下勇气的灵，让我们察觉自己的软弱。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，让你进入到我们的里面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活出你的旨意，见证你的恩典，参与在上帝国度的建造。求你悦纳我们所奉献的金钱，作为事工所用。此时我们要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先来看报告。报告我先第一项小会报告。我们任命史凯华执事为2022年主日学校长，翁定信弟兄为青年团契辅导，苏子安弟兄及林子瑜姐妹为少年团契辅导。那一样，我们的
姐妹一样，本堂的干事，新慧老师本堂的指挥。那再来就是各团契，我们应该都改选完毕了哈，在10月底前哈，我们要完成会长的干部改选哈，因为我们接下来会召开2022年度的事工规划。好，那团契消息、肢体消息、交接下来奉献明细，请如果有错的话，请再更正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记载在以西结书1章1到3节。以西结书1章1到3节。当30年4月初5日，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，天就开了，得见上帝的异象。正是约雅斤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，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，耶和华的话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。把时间交给牧师，上帝荣耀的灵在。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想回想之前3级警戒的日子，有一些教会，他们因为设备、技术或者人才上的缺乏，他们没有办法进行网络直播，所以他们的主日礼拜也就是一并的就是取消暂停。那有些教会呢，他不得不改变主日礼拜的程序，或者是改变在整个敬拜礼仪的进行方式。比如说我们的台语礼拜，我们就用圣歌队之前录影的影片来献诗。我们有一次福音主日，我们也用敬拜团的录影，过去的录影来带大家带会众敬拜。那我们还有线上圣餐，就是很多就是我们以前过去不会使用的这样的方式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个小到肉眼都看不到的病毒，竟然可以撼动我们的敬拜，甚至于撼动全世界基督徒的信仰的根基。什么呢？经过了3级警戒，然后有用网络直播做礼拜这件事情撼动了什么呢？撼动了一件事，就是或许我们会心想，做礼拜好像不一定要来教会，我看直播就好了，那也是可以的啊，没有一定要来教会啊，可是我们要想一下，其实在当初上帝呼召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只有呼召摩西一个人，没有呼召很多人。好，等到他们进到了旷野，然后呢，上帝又拣选亚伦，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，还有他的那整个后裔，亚伦的后裔怎么样成为祭司的家族。他并没有在12个支派里面都设立祭司，并没有说你这个但支派啊，你就到时候到了应许之地的时候，你们就自己去敬拜，然后犹大支派你们就自己有祭司去敬拜等等之类的，没有，他就只有设立一个祭司的家族，目的就是为着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他的心意是希望他所拣选回应他恩典的人都可以聚集来敬拜。好，所以呢，像我们过去在3级警戒，甚至于我们现在，我们因为还在一些疫情的一些防疫措施的过程当中，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在基督教会的历史当中一定会记上一笔的。因为等到我们可能在过去再往前走，时间再继续往前走，可能到2050年，或者是到2100年，几十年、几百年以后的那些信徒，再回过头来看我们这群活在2019到2021的信仰群体，如果他们如果建成以后100-200年历史了，200年建成教会如果设立200周年，好，那个时候的信徒，那如果有人喜欢研究历史，看建成教会怎么？我们是还有线上直播啦，但是因为有一些教会是根本就取消主日礼拜了嘛，他们可能会觉得
这群信徒，这群活在这2年当中的信徒，根本就是乱来一通啊！好，因为全世界其实我们知道，在国外他们在去年就经历了这样子的风暴，那我们台湾还蛮幸运的，只有在今年从5月中到8月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这样子而已。就是不过是个病毒，竟然就这样停止聚会，未来的人来回头看，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。然后呢，还看我们什么呢？还戴口罩唱诗歌，有没有搞错啊？那么没有礼貌，又不敬虔，信心这么小，好，就是对未来的人来说，他们可能会很难以想象。也因此，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只看白纸黑字这样子的记载，我们没有去研究他的背景，就是他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子写、这样子的记载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很容易落入断章取义的危险。就像以前我们在之前没多久才读哥林多前书，又读哥林多后书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保罗有保罗那个时代的背景。如果我们就是用白纸黑字说，哦，妇女蒙头，或者是妇女在礼拜中不可以发言等等的，我们如果就是这样子去理解的话，就会有断章取义的危险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先知以西结的时代背景，我们来看看上帝要对我们说什么。以西结书一开始就提供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轴，在第1节我们放到经文那里。好，第1节这里说，在30年4月初5，30年4月初5，这个30年到底是以什么作为纪元的标准的基础来计算的30年呢？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。那圣经学者对这个30年其实有各种不同的说法，但是呢，莫衷一是，所以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接着第2节他就提出一个很正确的数字了。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第2节说，正是约雅斤王被掳的第5年。然后第3节继续说，在加勒底人之地的加巴鲁河边，耶和华的话特地临到布西的儿子以西结祭司，耶和华的手按在他身上。后面漏了一句话，耶和华的手按在他身上。这短短的3节经文里面，其实有3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，要让我们去探讨。首先，我们再看到第2节，第2节这里说，在上帝呼召以西结是在南国犹大王约雅斤在位的第5年。其实啊，早在5年前，约雅斤王才刚即位的时候，他才刚就任王位3个月，就被巴比伦王掳走了。他就被巴比伦王掳到巴比伦去了。那以西结他也是跟约雅斤王同批，他们是同一个时期被掳走的人。上帝呼召以西结的这个时候，以西结他人其实已经在遥远的巴比伦，他并不在耶路撒冷。好，那第3节这里有什么线索呢？很像名侦探柯南哈，我们在圣经经文里面找线索。第3节的线索告诉我们说，以西结他是一位祭司。以色列的祭司，我们在一开始讲到亚伦，好，上帝说亚伦这一脉相传的这个祭司呢，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祭司是采世袭制的。今天你爷爷是祭司，你爸爸是祭司，那你就是祭司，然后你的儿子孙子这样子，你一条我们这一脉的就是祭司。好，所以呢，以西结他从小他就开始接受一连串在圣殿献祭的装备训练，直到他几岁才能开始正式担任祭司的职位？30岁，他要一直训练到满30岁，他才可以在圣殿来服侍。但是好巧不巧，随同约雅斤王一起被掳走的以西结，他当时正好25岁。就在他即将完成祭司的装备，正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，就被巴比伦的大军掳走，被流放到遥远的巴比伦加巴鲁河边。25岁，这个重要25岁吗？好，就好像他一路接受装备，好，然后呢，大学、研究所、博士班。哇！我真要博士班的论文就快要拿到了，哇！国破家亡被掳走，这个博士论文好像博士论文这个东西
或者是我博士学位这个东西突然变成好像一张废纸一样。哇，这个真是非常的错愕啊！以西结接受上帝呼召的时候，并不是他在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，也不是在能怀抱什么远大梦想的国度，因为他最辉煌的时期，他已经快要到巅峰，但是还没有到巅峰，因为他真正的服事的时间还没开始，才正要开始的时候，还没到顶峰的时候，那个顶峰其实已经快要看到了，但是就这样，他被抓走。随着国家的败亡，他被流放到外地。一位正准备要把人生最精华、最棒的一个阶段奉献给上帝的以西结，他就这么硬生生的被抽离耶路撒冷。对一位没有圣殿可以进行敬拜献祭的祭司，又有什么未来可言？这半年来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带给我们许多产业有很大的冲击啊。以台北，以我们建成教会附近来讲，很多饭店啊、餐饮、小吃都首当其冲。我们这边有中山区，建成这边有很多灯光美、气氛佳、很重视摆盘服务的饭店跟餐厅。好，内用不能内用嘛，在过去那段时间不能内用嘛，那这些灯光美、气氛佳、强调服务的就无用武之地啊。好。还有许多货物因为进出口的种种限制，都卡在仓库里面啊。那个货柜、船运那个货柜，大家抢得一塌糊涂。许多驻外工作者或者是留学生，像亚明哥，当然我们觉得是恩典啦，亚明哥可以多留一点时间给我们，好晚一点去日本这样。就是许多人事物在一夕之间都猪羊变色了，很多人的行程。生活步调都因此被打乱，许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充分体会到什么叫道口的鸭子飞了，或者是就差这么临门一脚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像以西结这种到头来竟是一场空的无奈，真是充满在2020到2021年。许多人在自己的梦想挣扎，不知道是要继续投资这个生意已经做了一半了，那要坚持下去吗？还是要认赔出场？算了，收摊好了。那个房租一直要缴，我真的缴不出来，我又没有收入，然后还要缴房租，好等等的困境。许多人在自己的迷惑当中硬撑着，产学环境还有整个市场的机制多重的混乱，许多人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该要在这个时间换工作吗？对不对？非常的纠结啊！这个时机要换工作，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，相对来讲。好，那许多人在自己的健康上也硬撑着，一点小毛病忍耐一下，因为诊所啊、医院真的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哈。像很多诊所都也面临他们在经营上的很多的一些困难。有些人很幸运的撑过了那一段3级警戒的日子。但是有些人只能远远望着别人的车尾灯啊，就只能遥望别人的车尾灯这样子。疫情警戒也成为许多信徒在信仰生命上的试金石。像我们为了敬拜礼仪存在的音乐侍奉者，以我们华语礼拜来讲，就是敬拜团嘛。敬拜团好，平常也是练啊，好培训团啊，然后在家里从小啊，然后或者是现在半路杀出来的非常棒的乐手，练，阳明哥要练，哇，3级警戒，拜拜，好，就只能一切都先停止，好，根本就无法服侍，在3级警戒那个日子，敬拜团根本无法服侍。教育训练、团契生活、宣教活动，几乎全部都好像都归零，整个都停摆了。教会的重心剩下什么？这个时候，我们看到教会的重心就剩下主日礼拜跟查经祷告会。这也让我们可以确实知道，教会最后该坚持、该守住的根基，就是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，在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里面的读经祷告生活。然而，如今疫情缓解，我们这群
跟随耶稣的门徒，我们这群在献祭礼仪上已经荒废多时的祭司，又该拿出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上帝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哦，不是只有敬拜团才是祭司哦，不是只有写在周报上面的那一些所谓的服事排班的才叫做祭司哦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。当我们来到圣殿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个祭司的角色。我们该如何来回应呢？疫情期间，我们在所领受的职分上，是不是有一点怠惰了？或者是对于服事以及参与团契活动的这样态度，是不是有时候会变得无关紧要？反正现在有直播嘛，或者是反正怎么样嘛，只要有人就好了啦，不一定要算我一份这样子。先知以西结他处在一个荒凉待垦、充满偶像崇拜、充满不洁之物的被掳之地。即使人民因为被上帝抛弃，在那边怨声载道，上帝依然照着他的全能跟信实，临到那流亡之地啊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来看经文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他说一开始那时，在第1节那时天开了，耶和华的话特地临到以西结，耶和华的手按在他身上。那时是哪时啊？还记得吗？那时就是以西结，就是在以西结被巴比伦王掳走的第5年，对不对？经文的线索。那时就是在以西结被巴比伦王掳走的第5年，那是他人生最落魄的时候。那时就是在他人生最落魄的时候。他看见天开了，然后呢，耶和华的手按在他的身上。他在他最落魄的时候，他清楚看见上帝的指示，他清楚看见上帝向他所启示的意象。即使他在身为祭司这个职分上已经荒废了5年了，上帝依然在他的生命当中掌权。即使这群以色列人被掳的以色列人在那边还参，在那边怨声载道了5年，上帝依然在他所拣选的那一些人当中掌权。我们来想一下，来回顾一下约翰福音。我想大家对福音书应该会稍微印象比较深刻一点。约翰福音第11章那里有记载关于耶稣跟拉撒路的故事。好，拉撒路因为主日学都会听到拉撒路的故事。拉撒路在面临死亡的时候，就是约翰福音书11章那里记载说，拉撒路他在面临死亡的时候，耶稣他并不在现场。然后呢，即使拉撒路的姐妹在情急之下，因为他身体他已经快不行了嘛，然后拉撒路的姐妹就差人去找耶稣。请耶稣赶快来到他们家，希望能够让医病啊，让拉撒路可以好起来。即使如此，耶稣也没有立即回应。耶稣没有立即回应，耶稣没有说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去，我马上去他们家这样子，没有。耶稣还是继续做他的事，他那个时候他觉得该做的事。果然不多久，拉撒路就死了。就在拉撒路死后4天，他已经完成安葬，都已经完成安葬了，耶稣才来到他们家里。拉撒路的姐姐马大，因着耶稣迟来，她难免有一些情绪了，所以难免激动。但是即使如此，马大她也没有因此对耶稣感到失望。就在马大跟耶稣不断的持续对话的过程当中，耶稣对马大说：“你若信，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。”最后，耶稣竟然让那已经死亡4天的拉撒路复活。耶稣让那群被死亡绳索缠绕的人重新看见了盼望。耶稣要让众人知道，上帝的全能是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的。而我们所谓的苦难，
我们以为，就算我们以为上帝不闻不问，或者就算我们以为上帝也无计可施的时候，其实上帝一直都在眷顾。就好像以西结第1章第1节这里说，在那时天开了，他看见上帝的异象。为何只有以西结看见天开了呢？我们放到经文那里，我们就持续放到经文那里，不用再切换了。那个 PPT， 在那时第1节，在那时天开了，他看见上帝的异象。为何只有以西结能看见天开了呢？为何只有以西结能看见上帝的异象？当然，或许我们会说啊，因为是上帝特地要显示给他看的啊，那是上帝所给以西结特殊的启示。上帝特地对以西结说话，当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也没有错。不过，如果以西结他本身对上帝没有基本的认识，如果他对上帝的旨意、上帝的话语没有一定的熟悉度，请问他又怎能在那个充满偶像崇拜的巴比伦，一眼就辨识出哇，这是上帝，来自上帝的意象，这是上帝的荣耀？他如何能辨识呢？你今天路上随便抓一个，如果他看见天开了，他可能会说：哇，关公显灵呢，对不对？或者你随便再抓一个，哎，天开了，哦，妈祖显灵呢。他们那边巴比伦都是偶像啊，都是庙宇啊。为什么以西结他可以一眼就辨识出那就是来自上帝的意象？以西结在25岁被掳之前，为了成为一位祭司所接受的训练，绝对不是突然的。过去他所受的训练，过去他所受这个训练当中对上帝的认识，对上帝旨意的确定，成为他在落难时的养分。即使身处异地，即使他没有一个庄严圣洁的场所可以敬拜，上帝的话语依然在他的内心，就好像及时雨这样子，滋润他干枯的心灵，成为他的安慰跟依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主日在这里做礼拜，或者是参加团契聚会、读经、祷告，绝对不会是突然空空的。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乌云罩顶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刮风下雨。但是只要我们平常就预备好，我们每一位圣洁的祭司，我们在平常就预备好这样子的一个态度。当我们落难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慌乱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在约翰福音关于拉撒路的记载中，拉撒路的姐姐马大，在拉撒路死亡的哀痛当中啊，她是在拉撒路死亡，她弟弟死亡哀痛的过程当中，宣认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。这跟我们印象中的马大很不一样。我们通常在讲马大、玛利亚的故事，就是拉撒路他们这一家人。我们很多对马大的印象停留在他是一个很喜欢忙进忙出啊，这样子停不下来的人。而且呢，马大还会对耶稣打小报告，对不对？他跟耶稣打小报告说：“耶稣啊，我这边忙得要死，那个玛利亚，我的妹妹玛利亚都不来帮我，你不顾吗？你去讲一下吧。”好。耶稣有回应他吗？没有。耶稣反而称赞玛利亚。好，所以我们对马大的印象可能都比较负面一点点。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形容马大他的坦白跟真诚，就在他因为他的弟弟拉撒路死亡的这件事情，他在跟耶稣不断的对话的过程当中，他对上帝的救恩有了新的认识。就在他正经历人生的低谷的时候，他竟然可以毫不犹豫地宣认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。
没有几个人可以宣认耶稣是基督。福音书里面就是彼得嘛，然后再来就是马大。这样子的信仰告白是很难以想象，就是我们会很难想象马大在那样的情境当中，他竟然宣认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。不论是先知以西结还是拉撒路的姐姐马大，当他们面对无法言喻的伤痛，那个就是有苦说不出的这样的伤痛的时候，他们都没有离开上帝，他们都没有停止跟耶稣的对话。他们与上帝对话的场景，不是庄严圣洁的圣殿，也不是灯光美、气氛佳的咖啡厅，而是在他们那彷徨、忧愁、充满恐惧的内心深处。弟兄姐妹，越是在这种前途茫茫、乌云罩顶的时候，更不能停止聚会，更不能停止祷告，反而要与主耶稣有更多的交通。在今天的经文说，在那时，先知以西结看见天开了，上帝的荣耀临在一位落魄的祭司身上。在福音书里面，在拉撒路死后，马大宣告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。上帝的荣耀临在这一位伤痛欲绝的姐妹身上。如今，在我们的服事，在我们的家庭、工作、事业、学业等等的各方面，当我们感到无力、无助又很无奈的时候，只要我们愿意承认并且宣告耶稣是基督，是我们唯一的救主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那么上帝的荣耀也必定会临在你们的身上。从去年开始，牧师用小要理问答来跟少气的孩子来上基要真理。小要理问答的开宗明义的第一课，他说：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？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？这边好了，我不要考试了。人生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，以神为乐。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啊！不然你的目的是什么？赚钱、买房子、买车，这些都会过去。你们不要看你们现在还年轻哦，等到你们80、90岁了，看台语堂那些爷爷阿嬷，即便他们过去再怎么辉煌，也总会过去。很多人汲汲营营追求一个目的，一个目标。比如说，好，我从学生开始，我的目标第1名，或者我的目标第1志愿，或者我的目标什么，那总会过去嘛。当我的目标，如果说我的目标是好北一，好我考上了，这个目标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往下一个目标。好，如果人生好，我这个目标是开诊所，达到了我的目标，这个就没了。然后我的目标又是什么？人数的目标如果又达到了，好，那什么？然后如果就这样，一个的目标都会过去啦。那什么东西才能让我们定准？才能让我们能下锚在那里？如果有风浪，在我们追寻目标的过程当中，有风浪的时候，我们才不会被吹走啊，才不会翻船。我们要定准这个目标，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上帝。那么，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确信，那我们所经历的苦难，其实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啊。我们所经历的苦难，就是为了荣耀上帝。或许这在有点牧师讲一个例子，我们台语堂有4位、5位，就是视觉障碍的弟兄姐妹，他们的人生苦不苦？很苦，有人天生下来就看不到。可是你现在看到他们，会觉得他们很苦吗？不会耶！你不要以为眼睛看不到的人就什么都不能做，天都塌了。他们眼睛看不到，还可以弹琴哦，还可以插花，还可以炒菜。
他们怎么过来的？他们是靠着上帝，他们靠着上帝经历那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的人生的低谷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上帝的荣耀。他们，我相信，他们也在他们这样子经历的过程当中，他们也亲自经历上帝，不然他们不会活得这么有光彩。不然他们早就唉声叹气，就是坐在，就是根本都不想出门了。出门这么麻烦，无障碍空间又不是那么 OK， 对不对？可是他们并没有。如果我们确信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苦难，其实是为了要荣耀上帝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会坦然的来面对这些苦难。因为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啊！当上帝要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，他的恩典就复庇我们。只是问题是我们是专注在自己的苦难上，还是我们要抬头仰望上帝？选择在我们，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做选择，我们要做什么选择？我们要做什么选择？如果牧师再说一次，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可以来荣耀上帝，我们人一生的目的也是为了荣耀他，那么我们就会坦然面对我们的苦难，因为在苦难当中，上帝的手会按在我们身上。上帝的话也会临到我们当中，就像他对以西结讲，在那样子的苦难当中，在那样落难的当中，在流亡的当中，在他不知道人生该为谁而活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他看见上帝的荣耀，上帝向他显现。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诗歌，让我得见主你的容面。不知道你现在正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抉择，或者是还在一个过程，一个非常难以去释怀的一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灵安静在主的面前。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，神知道你就在这里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，知道你是我的神，让我得见你的容面，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，我要在这里见到你，定义要见你的荣耀，让我得见你的容颜，回应你心意，与你相连。我要在这里敬拜你，定义要见你的荣耀。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，神知道你
阿爸父神，阿爸父神，我们在这里呼求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不论是高山低谷的时候，你与我们同在。主，你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死荫幽谷里面，主，你的荣耀就彰显给我们看。主，你是那光，你是道路、真理与生命。主，当我们跟着你走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迷惘，我们就不疑惑；当我们跟着你走的时候，我们就充满盼望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扶持与帮助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一起唱最后一首会后诗。主所赐的力量，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。免惊，做伙行，有主同行，我不害怕。我要去传扬，每天都说哈利路亚！哦哦哦哦哦哦。带着主所赐的力量，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。每天走回家，有主同行，我不害怕。我要去传扬，每天都说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到这里结束，大家可以彼此请安交谊。